放这放这。姐，您慢用。就等你了。哎，客官且慢，客官且慢。对不起，这盘烤鸭呀上错了。哎，给我放这。没上错啊，我也点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隔壁那雅间的客人也点了烤鸭，只不过不凑巧，本店今天就剩这么一只了。那这也是我的，我先点的，所以烤鸭就是我的呀。客官您看这样，今天您的菜钱我给您老打个8折，另外再送您老2个好菜。呸！谁让你打折？小爷有的是钱，看到了吗？真金的，拿去拿去。客官，隔壁的客人来头不小，小人实在是得罪不起，还劝您老多多包涵。你才老呢，你才老呢！呸呸呸呸！这还天下第一酒楼呢，怎么吃个饭都这么势利啊？我不管啊，反正这鸭子就是我的。得罪得罪，这鸭子我先端走了。哎，给我！松手！是谁抢了被中堂大人点的鸭子啊？拿走拿走吧，我好像没那么喜欢吃鸭子，拿走吧。这只鸭子都被你吃过了，我们还能要吗？天哪，我今天出门为什么不看一下黄历呀？是你？不是我。小丫头，上次在我春风院，你就已经被我识破一回了。老娘我阅人无数，就你这点小把戏，能瞒得过老娘的眼睛吗？想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给我抓住他！